您正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自2009年新疆发生大规模民族冲突以来，中国当局不断加强对新疆的控制，通过调整自治区领导层和实行一些有关民族政策的新策略等措施，力图在当地争取民心。中国政府表示，目前新疆局势稳定，维族和汉族人民和谐相处。而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组织则认为，中国政府践踏少数民族的人权，新疆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今天，我们邀请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阿里木·赛义托夫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听听海外维吾尔人的组织如何看待新疆的局势，如何评价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欢迎各位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只需直播400-120-0551呢，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来参加讨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sinwen@gmail.com。现场直播，即时扣印。现场他的首次关注国际局势，掌握国内动态，电视广播同步播出，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全面客观，把握时代脉搏。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好的，现在我们就开始节目的现场讨论。赛义托夫先生，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非常感谢您邀请我到时事大家谈节目。海外的一些维族人的组织，包括您领导的这个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呢，都认为，不久前呢，在中国零星出现的这个茉莉花行动呢，引发了这个中国当局的高度警觉，促使他们呢，就是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这个控制。想必我想您也是同意这种说法的。那么阿里木赛义托夫先生，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有哪些迹象您认为可以证明中国当局的这种动向呢？就是加紧对新疆控制这种动向呢？对，就是2009年7月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政府对当地的控制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尤其是就是在中东最近，也就是今年初茉莉花革命发生以后，中国国内非常紧张，中国高级领导人也非常担心在中国发生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北京、上海各大城市，中国政府就是逮捕了很多就是各种异议人士之类的。在我们东土耳其斯坦是中国政府也非常担心，因为维吾尔民族是穆斯林，中东茉莉花运动启发的所有民族阿拉伯人都也是穆斯林，所以中国政府非常担心阿拉伯茉莉花运动的影响，就是来到东土耳其斯坦，就是影响维族人也上街游行，就像2009年7·5一样。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镇压维族人，也就是上个月中国政府判刑12个维族人，都是死刑，5个是就是2年缓期执行，然后是2月份中国政府判处4名维吾尔族死刑。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目的就是判处这些维族人死刑是制造恐怖感在维族人里面，所以维族人就不敢就是上街游行。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就是警方、武警在各大城市，防暴队在各大城市，他们对就是维族人的监视对维族人的打压也非常严重。现在情况下，好的。那么我注意到，赛义托夫先生，您在谈到新疆的时候呢，您使用的是东土耳其斯坦，对，或者东突厥斯坦，避免使用新疆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新疆这自古以来就不是这个地方的名字。新疆这个词儿是1884年满清帝国，也就是侵占东土耳其斯坦以后，第一次给的就是汉语名字叫新疆，也就是新的疆域、新的殖民地之意。但维族人和当地的就是原居民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民族自古以来称这一个土地叫土耳其斯坦。
也看历史是俄罗斯侵占了西土耳其斯坦，满清帝国侵占了东土耳其斯坦。OK， 对。那么刚才您提到呢，就是维吾尔族人被判死刑的这个问题。但是据中国官方的这个报道呢，这些被判死刑的人，今年可能分2批核准死刑的这个10几名维族人呢，按照中国官方的这个媒体报道的消息呢，他们都是刑事罪犯，并且几乎呢都有人命。那么不知道赛义托夫先生，您如何呢？就是把这件事和中国当局的民族打压联系在一起呢？因为在中国，中国不是一个法律国家，在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就是经验上看，中国政府想打压维族人，他们任何理由令、任何帽子都可以盖。一是三股势力，就是恐怖主义分子呀、分裂主义分子、极端主义分子。假如中国共产党想消灭任何一个维族人，这些就是名词。他们利用这些来911以后是利用这个三股势力为名来打击维族人。这些维族人都是2009年7·5以后被中方逮捕的维族人。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按照，就是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就是按照国际法和中国的宪法来对这些维族人公开就是判刑，这些都是很多都是秘密判刑的，他们事实上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都不清楚。然后中国政府从来不让外国记者、外交官员来参加这些就是他们的就是这些判刑的他们的法庭，所以很难说这些维族人是事实上就是犯了一些罪而被中国方面判刑的，有可能是中国方面，我们认为就是因为在中东的这茉莉花革命以后，中国政府非常担心维族人还要像7·5一样上街游行，目的是在新疆，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制造恐惧，所以中国政府在2月份，然后3月份2次对12个维族人判处死刑。好的。那么现在呢，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呢，就是新疆呢民族关系虽然还有一些紧张，但是呢大体上呢安定下来，比较融洽，相处的比较融洽，和谐相处。那么您呢一定在海外非常关注新疆当地的这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观察，您觉得新疆现在的形势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现在的状态是2个民族根本没有任何什么和谐这种融洽的关系维族人不相信汉族人，汉族人不相信维族人。事实上，自治区的汉族官员不相信维族官员，维族官员不相信汉族官员。现在有个很大的隔阂。事实上，汉族人以前他们很多都有来到维族人餐厅来吃饭，现在基本上都不来。维族人也去汉族人的市场去买蔬菜呀、水果呀之类的，现在维族人都不去，都是2个都害怕对方发生任何事情然后是中国军方、警方都是监视，就是观察任何维吾尔团体的任何活动。然后你可以就是在乌鲁木齐也罢，哈市或者其他这省的你都可以看到防暴队一直在上街上，然后他们的摄像机一直是就是专对就是维族人的住宅区之类的。所以你看到这情况是非常紧张的现在。然后表面上看，当然中国完美无缺，民族大团结，和谐社会，大家都高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但事实上是绝对就是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好的，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向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以及参加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我们今天讨论新疆问题，特别欢迎就是说呢，新疆地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以及新疆的民族冲突等问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阿里木·赛义托夫先生。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呢是400-120-0551，请记住，只需拨打400-120-0551，您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国之音为您提供7档电视与广播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让你掌握最详实客观的时事和娱乐信息。每周一到周日，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此外，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sinwen@gmail.com。另外，您还可以通过887332.info 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再说一遍，您可以通过887332.info 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世界局势变幻莫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网络24小时追踪，为您提供最新消息。东南西北天下事，事事报道，客观、详实、公正、可靠。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网络手机，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好的，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现在我们就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好的，首先呢是河南的赵先生，河南赵先生你好。喂，主持人。你好，赵先生。我想就是谈一下，我个人观，就是中国的这个民族政策，就是沿用这个喂，赵先生，您还在吗？您还在我们线上吗？对，赵先生看来线路的断了啊，线路连接不好。赵先生，希望您再打电话回来。下一位是山东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喂，你好。你好，请抓紧时间。喂，你好。我想说一下，在山东啊，那个民族问题呢，看这个政府的还是倾向于少数民族的，像这个回民、藏民还有维吾尔呢，这个呢都是受保护的。汉民呢，好像在一些权利上受到侵害的时候，还是主要我的问题和眼光呢，发觉还是主要偏向少数民族。好的，山东的杨先生，谢谢您的评论。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会对您的评论呢做出他自己的回应。下一位是湖南的杨先生，也是杨先生，湖南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我是杨先生，我是杨先生。挺好，请讲，杨先生。我是杨先生。喂，我是第一次接听你们的这个电话。好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个美国之音呢，听说这个的经费问题要把它取消。我觉得这个中美之间的政府也好，民间也好，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好，这是个很好的这个沟通管道。现在呢是你们呢，这个和主要是中国的一些老百姓呐，将来可以发展了，专家啦、官员呐，之间都坐在这个平台上面，让群众来讨论一些，现在美国一些对中国的一些时时刻刻的问题，中国在美国的一些看法问题如果是这么沟通的话，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事。好的。如果你们美国现在我的经费问题，这个大国家，我的这个经费问题这么硬气还停着，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中国这个中央电视给视频的还在美国开放了。那个负担好着呢，所以这个平台是缺。好的，谢谢您，湖南的杨先生，谢谢您对美国之音的关心，谢谢您的建议啊。好，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你好。湖南的张先生，喂，你好。你好，请讲，张先生。喂，听得到吗？听得到，声音很清楚，请您抓紧时间。许先生好嘉宾好。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嘉宾2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从嘉宾的口音来看呢，这个很精通汉语。请问你是否在这个中国大陆生活过？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原因离开的？再一个呢，现在这个东突组织啊，这个分离组织呢，这个历史也是比较长。这个国际上现在把东突列为这个恐怖组织，跟这个基地组织是联合在一起的。请问这个世界维吾族人这个大会啊，究竟是个什么组织？是不是跟基地组织密切联系的？是不是也是个恐怖组织？好，请问你们的这个活动的经费来自于何方？谢谢。好的，谢谢您，湖南的张先生。我们的嘉宾会回答我们听众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好的，说实话，第一个人的问题我没有听清，第二个，湖南的杨先生他的口音非常重，他的讲的不是北京普通话，所以很难。但是最后这位张先生的问题听得很清楚。对啊，我是在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乌鲁木齐我是在乌鲁木齐出生，在乌鲁木齐生活了27年呢。我是1996年来美国，然后在美国留学，然后我就在美国，所以我在乌鲁木齐时候当然懂汉语，我学的也是汉语。我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了4年左右，就是来美国之前，所以我精通汉语。现在事实上我讲的汉语没有以前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东突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东突组织和恐怖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国内，当然中国的人民日报或者是中国的新华社，中国的所有媒体都把所有为维吾尔民族的自由、人权和民主而奋斗的所有组织都当成是所谓的疆独组织或者是东突恐怖主义组织。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当然因为中国的努力有一个所谓的组织，也就是东突伊斯兰运动也就是2002年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但是世界维吾尔大会或者是世界维吾尔大会手下的所有组织都不是恐怖主义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以和平的方式为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权而奋斗。我们的经费都是由个人提供的，一部分是有些就是民主基金会所提供的，这不是什么恐怖主义提供的，或者是所谓的基地组织提供的。我们和基地组织任何关系都没有，我们反对恐怖主义，我们也反对基地组织所有的恐怖主义活动。好的，我们第一个听众呢，您刚才说您没有听清楚他的问题。我们第二个听众实际打来电话，口音很重，对，但是我听清他的问题了。他主要是关心美国之音，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没有关系。但是第一位听众呢，他打来电话确实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直接相关。对，他认为呢，中国政府当前呢，其实呢，中国的民族政策呢，在许多汉人来看呢，是偏向少数民族的这样一个政策，他感到很不公平。他说呢，就是中国特别在新疆这个地方，汉族人和维族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当地政府往往总是纵容偏向，用他的话来说呢，偏向这个维族人的。这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说，就是大学考试分数线维族人或者是少数民族低，然后就是计划生育上他们可以有2个孩子，汉族人只有1个孩子，所以感到汉族人很多就是没有去过东土耳其斯坦的，或者是不了解维吾尔民族的真实情况的汉族人都认为对。这是怎么搞的？他们为什么作为少数民族有这种优惠政策之类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在东土耳其斯坦维族人因为维族人受到的教育是汉语教育，汉语是个外国语言。作为一个汉族人，也就是问问题的这个人，他学一下维语，维语是非常困难的语言。对我们维族人来说，学汉语也同样非常困难。用汉语考大学更困难。所以作为一个汉族人，你用英语或者是用维语或藏语，你考一下大学，你就知道多么困难。所以中国政府给分数线稍微低是这个原因。计划生育的原因是中国自己有政策，也就是100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有权利有2个孩子，这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所以许多汉族人认为这个可能不对之类的。然后新疆在中国
政府的就是管理下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因为新疆所谓的新疆西藏、内蒙古这个5个自治区跟中国的其他的省市不一样，因为这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内蒙古也罢，西藏也罢，东土耳其斯坦也罢，所以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不得不给维族人给自治区，所以我们享受的在纸上的权利是比你们汉族人多。事实上，我们在新疆什么权利都没有，来到新疆的汉族移民的权利比维族人多得多。所以，像王乐泉这样一个从山东来的一个双手沾满维族人鲜血的一个屠夫，他享受的权利，山东人在新疆、东土耳其享受的权利，他的儿子、孩子享受的权利比任何维族人都多。你要去东土耳其斯坦，真正了解维族人的情况，也会知道的。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下一位是，好的，下一位是湖南的是云南的张先生。对不起啊，云南的张先生，你好，云南张先生。你好。请讲，云南张先生。我想问一下嘉宾，刚才说嘉宾谈到，东土被中国收复，西土被俄罗斯征服。对不起啊，云南的张先生，对不起，我们实在是听不清您的声音，可能您的线路不太好，另外地方方言比较重，我们实在是听不清您的声音啊。好的，下一位是湖北的李先生，湖北李先生你好。你好，请讲。我想说有这么几个层次的问题，我想是不是需要考虑的？请讲。第一个问题呢，我在讲，听得见吗？听得见非常清楚，请讲。我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个在海外的这些，不管是新疆的也好，还是刚才开始说西藏的那些人也好，他能不能代表这个维族或者是藏族，这些所有民族的这些人民的意志？他们想读他们的意见能不能代表这么多民族的大家的意见？好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呢，就是假如说他能够代表的话，那么一个国家，如果是这个民族的多数人都想独立的话，能不能就让他独立？这个问题恐怕是不光是中国有这个问题，俄罗斯、美国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美国的印第安人那个他的保留地，如果印第安人都想独立的话，你美国允许不允许？是吧？这个事情，我想，这个东西，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权也好，民主也好，可能有一点，这个和独立的这个事情，恐怕还是要区分开来。好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的话，我在想，就是这些刑事犯罪和这个民主人权这个问题，是不是要给它扯在一起？刚才那个嘉宾说我们这个大陆目前的法治状况很差，是不是就差到这个地步？我们从这个新闻上看了有好多这个维吾尔那些人搞得把人都搞死了，搞伤了，就是现场说法，你这个东西你放哪个国家能够容忍呢？好的，湖北的李先生湖北李先生，谢谢您提出这3个问题。实际您3个问题已经是很多了，您讲得很清楚，谢谢您。好的，第一个问题湖北的这位先生，第一个问题是海外的维族人或者是藏族人不代表，也就是我们东土耳其斯坦的维族人或者是西藏的西藏人。我们当然代表我们的民族，因为在东土耳其斯坦，维族人就不可能代表维族人。在东土耳其斯坦，唯一中国政府挑选的是努尔百克利，他是现在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席，他不是维吾尔民族投票选举的维族人的领导，他是中国共产党有目的性的
把他选为自治区的主席所以他不代表维族人他从来也对维族人来说，他是个中国共产党的傀儡他是维吾尔民族的败类他从来不代表维族人。但是海外的，也就是热比亚夫人领导的世界市委会代表维吾尔民族的利益，因为在中国控制下，任何维族人代表不了，他们不可能搞选举，他们不可能参加任何组织或者是搞组织，因为中国政府用所谓的三股势力为名打击、打压甚至枪毙这些维族人，所以在中国的在东土耳其斯坦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在海外代表维吾尔民族的利益。所以很多消息、很多信息，我们所收到的都从东土耳其斯坦，他们都认为热比亚夫人是维吾尔民族的领袖，市委会是代表他们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独立不独立说美国有印第安人，俄罗斯有其他的，很多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世界也就是联合国承认受压迫的民族，也就是被殖民的民族，他们有民族自决权。所以好多国家今天比如就是苏丹的南苏丹，他们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因为是苏丹政府一直在压迫屠杀这个民族在南部，所以最后联合国承认他们的民族自决权，他们投票独立，是这样的。科索沃也一样东帝汶也一样，这都是一样的。然后这里的问题不是说美国有印第安人他们要闹独立，美国和好多西方国家他们是民主自由国家，他们尊重当地人民的人权。在美国政府不压迫在今天情况下印第安人或者是黑人或者任何民族，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权利跟美国的白人一模一样。所以在美国这种民主国家，奥巴马一样的一个黑人可以变成美国的总统。在中国这种一党专制的暴政国家，维族人是绝对当不了什么中央的什么高级官员，或者在自治区都什么东西都当不了。现在这是第三个问题是刑事犯罪问题说是什么维族人犯法，中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汉族人犯法，中国人就是严酷的惩罚他们，这是假的。我们看7·5的发生是什么？是在广东的玩具厂，几万个汉族人打击维族人，杀了很多维族人工人。事实上，中国政府抓了几个汉族人，判了几个汉族人，到现在都基本上没有抓。然后不是7·5，7月7号，中国政府煽动汉族人去上街，不仅仅是游行，而且打杀维族人。我们有好多证据，中国武警给这些大街的汉族人，给他们给铁棍子、棒子来打击维族人。然后7月7号，多少个维族人被汉族人打死掉了？中国政府抓了几个汉族人，逮捕了几个汉族人，判刑了几个汉族人。在东土耳其斯坦，中国政府判死刑、各种样刑都是维族人。上个2个月，中国政府已经判处12个维族人死刑，这就是证明。好的，继续来接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下一位是OK， 下一位是一位来自内蒙的先生内蒙古自治区的巴特先生。巴特先生你好。主持人好。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吧，这个中国的这个汉族，那个大汉族主义还是存在。假如说这个现在的话，这个民主国家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不一样。假如说那台湾哪有民族冲突？没有呀，就是咱们这个大陆就有这个民族冲突。假如说以后这个新疆的事儿西藏的事儿解决的话，需要民主，也就是那个达赖喇嘛说的那话，需要民主。我的观点完了。好的，谢谢您，巴特先生。下一位是浙江的孙先生。浙江孙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你好。我想今天你们所说的民主矛盾问题，我想今天中国大陆中国有56个民族，现在不是说汉族和其他民族这个矛盾，是现这个矛盾，是现在这个矛盾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矛盾。因为全国56个民族的老百姓要民主，要法治，不要
这个无法无天的。现在中国共产党就是胡作非为，在欺压老百姓。所以说，现在这个矛盾不是说汉族和与其他民族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与全国人民的矛盾。谢谢。好的，江西的孙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刚才是浙江的孙先生，下一位是江西的李女士。江西李女士，你好。大家好。你好。我认为，不管是新疆、西藏、台湾要独立，都是不可以的。这样只会让中国和世界战争不断，也会有无数的人死亡。我在此告诉世界，中国不能有战争，只能和平进入真正的民主社会。我认为世界的希望在中国。谢谢。好的，谢谢江西的李女士。刚才我们一连接了几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请您综合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好的，我基本上同意前两个，这三个人的所说的。内蒙古巴图先生，非常感谢您。当然，没有民主，中国的民族问题是解决不了啊。第二个，浙江的那位先生也说得非常好，这里的矛盾不是汉族和维族人、藏族人和汉族人，这不是民族矛盾，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暴政问题，是破坏摧残所有各个民族。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所有现在的各个民族的问题。然后当然像最后的这个李小姐所说的中国不希望有战争，谁都不希望有战争，我们也不希望有战争，我们也不希望无辜的维族人、汉族人或者是任何民族死亡。我们希望能坐下来谈下我们的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但中国共产党是从来跟任何异议人士他们不谈，就跟艾薇薇我们看都不谈，把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艺术家现在抓起来，说什么是刑事犯罪啊，这种东西来，把他来逮捕了下来。现在无论你是维族人、汉族人蒙古人、藏族人，只要你和共产党过不去，共产党又把你刑事犯罪啊、恐怖犯罪、任何犯罪把你抓起来，甚至把你枪毙。所以中国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一党专制问题，这里是民主自由问题。只要中国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战争可能发生，民族冲突可能要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出现。所以只要中国不走向民主主义国家，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掉。我们的希望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就是停止自己的一党专制，走向民主。好的，刚才呢您在讨论的过程中，您提到王乐泉这个人，对看来您对他表示了很大的义愤。当然，您称他为屠夫。对。那么我们注意到呢，在2009年7.15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呢就是调整了新疆的这个领导层，撤换了新疆的这个领导人，现在由张春贤取代了王乐泉。对。那么在用张春贤取代王乐泉之后呢，也对新疆的一些民族政策呢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那么赛义托夫先生，我也想请问您，注意到就是经过这些人事变动之后，中共在新疆的民族政策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吗？有了，当张春贤现在变成就是新疆的党委书记以后，张春贤表面上你看他像个知识分子，不像王乐泉这样血腥的屠夫，所以这形象很软。表面上你看好像有一个新的领导、新的气候，事情好像新疆的政策要改变，但事实上是换汤不换药，大政策什么都没有变，现在是高压严打这些枪毙维族人，就是判处死刑的这些还在持续，任何都没有变。但是小方面就说我们应该尊重维族人他们的文化之类的这些小方面的事情有所变化，但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欺骗性政策。事实上就是张春贤的政策跟王乐泉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7.15以后，中国政府在东土耳其斯坦进行大规模投资，这投资并不是就是协助当地的维吾尔民族，这目的是大规模移民，收买维吾尔民族的土地，尤其是农民的，然后
这些维族人现在是家破人亡，没有工作，没有土地，也不能耕地，所以他们现在像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大省市，他们都在东土西各地投资建高楼大厦，大规模就进行移民。所以中国的共产党的目的就是瓦解维吾尔民族的当地的势力。好的，现在我们6条线呢都是满的，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来的时候呢，要简明扼要，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表达您的观点和问题。好的，下一位是陕西的张先生，陕西张先生你好。陕西的张先生，对不起，张先生的线路断了。好的，下一位山东的杨先生，山东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哎，你好。请讲。哎，你好，请讲，杨先生，抓紧时间。我很赞成这个民主，不过民主呢，还是应该在这个国内的，在国内举行的。你跑到国际那搞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用。打个比方，就说是你是革命者，革命者呢代价是很惨重的，不是做个改革者就像你以后就是新疆独立出去以后，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你像对支持你的国家和团体，你是不是要买单？你用什么偿还他们呢？对不对？是不是把痛苦继续加在新疆人民的头上呢？好的，山东的杨先生，谢谢您的问题谢谢您的问题。杨先生看来对您很有意见，一会儿请您回应，请您回应杨先生的这个问题。下一位是山东的李先生，山东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请讲。你好。我是第一次打这个热线哈。谢谢您。心情就是有点激动。我就是通过电视看这个画面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电视画面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拍摄的？为什么和中国这个新闻不一样？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画面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这个新闻比较真实一点，应该是这个呢，我也不支持这个分裂。您不支持分裂？好的，谢谢您因为中国应该现在这个人权确实没有人权自没有人权这个没有人权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我属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应该站在这个为普通老百姓的一种这个角度上关注这个共产党这个领导现在。确实是对老百姓当中没有太大的这个意见。好的，山东的李先生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请抓紧时间。你好，主持人好。抓紧时间。我发表一下我的个人观点。我觉得新疆问题吧，我觉得新疆共产党是越来越强大，对新疆来说，新疆越来越弱。为什么呢？因为新疆人本来就是说逐渐被汉化嘛。因为他以前闹事被暗杀了一批被抓了一批被暗杀了一些精英骨干那你青壮年现在那个等于说他是很消灭他的民族实力的，还有一部分在国外。所以说我认为新疆和西藏这些东西闹吧，都只是给共产党出的小的难题而已，但是一点都不敬重共产党。要想就是说共产党感到威慑害怕的话，必须要联合起来，西藏同时闹，然后台湾的也是闹，这样才能联合去多拳出击，打他3下没好的无招架之功。湖北的张先生，谢谢您的建议。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河北的张先生，好的主持人，请讲。我是希望民主问题可以探讨，但是那个嘉宾说什么自古以来什么新疆不是中国的领土，什么叫自古呢？我知道汉朝说贝加尔湖是大汉那个北海是吧？这个领土的问题呢，我想他比我清楚。第二呢，我说美国之音取消，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因为中国政府扩大自己的宣传力，在海外开孔子学院，进行大量的广播和华语广播。为什么取消？中美之间要进行交流，我想请美国议员们要记住，中国有几亿网民，还有几亿不是网民，他们只能从收音机来听到这个广播。我希望美国人真正促进中美的关系交往呢，要
增加经费，扩大广播，中美之间进行友好的交流，不管什么意见，通过交流才能够分清是非。好的，谢谢，都能了解，谢谢你们。谢谢张先生的评论，谢谢您对美国之音的关心。好的，下一位是山东的焦先生，山东焦先生你好。哎，你好，你好。请讲。哎，你好。你好。喂，喂，你好，我现在可以说了吗？请讲，抓紧时间，焦先生。好的。我觉得这个独立问题啊，我们那个全中华民族啊都不同意独立，因为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是统一的一个团体。独立是走不通的。这样呢，我刚才我们那个嘉宾说那个汉族人和维族人不融合，我也不同意，因为我的儿子在新疆上学哈，我去新疆去过好几次，我们和新疆那个维族关系搞得非常好，因为我的几个朋友都是新疆朋友，他们说90%的新疆朋友呢，维族朋友也不愿独立，他那个说那个独立呢只会把新疆搞乱的。好的。第三个呢，就说现在问题呢就是不是汉族人和维族人的问题，是这个独裁统治和全中华民族的问题。好的。如果我们中国实行这个，山东的焦先生明白您的观点了。刚才您的最后一个观点呢，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已经把它解释清楚了。下一位是北京的刘先生，我们尽量多接一些电话。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说这几个自治区说不是中国的领土，有什么根据？好的，北京的刘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嘉宾刚才实际上在节目之初呢已经回答了。下一位，山东的胡先生，山东胡先生你好。你好，请讲，胡先生。我想说一个，这个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都是对的，你何况一个不合法的政权压迫另一个民族，就是任何民族他都有选择自己发展的权利。我就说了呀。好的，谢谢您啊。现在我们实际上我们线上还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在这，但是时间很紧张，我们就我们恐怕他们没有再提问题的机会了。刚才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提了很多的问题，我想时间剩下也不多了。我想有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希望您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们解释清楚。就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呢，你们这个组织新疆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实际上也不赞同就是新疆实行独立，但是呢。同时呢，也不主张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解释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这个我们许多人很困惑，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您的立场好吗？可以，这里是两个问题，一是也就是美国维吾尔协会或者是市委会的立场问题我们的立场是为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而奋斗我们奋斗，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他们的民族自决权而奋斗，就是维吾尔民族为主的当地原居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他们要是要独立，我们尊重独立；他们要是不要独立，我们尊重不要独立。但是你说我们不承认，就是新疆，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现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写的，也就是改写的这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也就是有利于中国，也就是汉民族保持现在的版图。第一次也就是最近这个世纪我东土耳其斯坦被侵占是满清帝国。好的，对，满清帝国我们侵占以后，我们变成所谓的新疆。所以当然汉朝汉朝对30-50年好的，对不起由于时间的关系，您把问题已经讲清楚了，没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阿里木·赛义托夫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节目，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